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这礼拜天气较寒冷，大家都爱穿好少，才袂感冒风邪。另外，俗语讲有烧香有保庇，有食药有惊气，这个意思就是叫人爱打拼，总是有收获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读做烧，只有烧第一条。咱生活中常常用到烧来做动词，都是互物件导火的意思。像咱讲烧香拜拜，另外做形容词代表真温暖、真烧热。像讲穿衫就爱穿好烧，另外变成困甲真烧。啊，若颠倒变的词就是凉甲冷。另外烧嘛当形容温度真悬，像讲这杯茶烧烫烫。另外水无够烧，也有食物件就爱炭烧。有一个可能大家小可较青分的用法，就是有重伤生话意思，像讲甲人烧歹话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，咱伫咧广告台词常常听会到，读做拉轮啊烧，意思就是温温袂烫人，嘛会当讲是拉轮烧半烧冷。第二个词读做客烧，意思就是烧客较烧热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比如讲，囡仔感冒，人无爽快，时带带去予医生看，请囡仔吃饲药啊，配拉轮啊烧的滚水。暗时甲爸母客烧困伫中午，安尼较会当不管时注意囡仔半暝身体敢有啥物款的变化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烧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